今次咧就都係講二次方程，不過咧今次咧就係稍為深入少少咁講一啲解二次方程嘅基本技巧，係基本技巧嚟嘅啫。咁上次個輯咧就講咗其實都唔少嘢噶。點樣用十字相乘去解呢個二次方程啦？何謂一個二次方程嘅解啦？吓，同埋判別式啦，吓，同埋嗰個配方法嘅應用啦，點樣去揾佢嘅頂點啦，同埋點樣用配方法揾佢嘅解啦，吓，咁就於是乎咧，我哋咧就知道咗二次方程解嘅公式啦，吓，咁仲有嗰啲根吓相乘，根嘅相乘同埋根嘅相加，咁就知道咗根嘅相乘同埋根嘅相加咧，我哋咧就進一步咁了解咗二次方程嘅根啦，吓，咁咧好啦，咁依家呢次咧就係講點樣去應用啦，主要吓，咁你呢度見到四個例題咧，其實分開三組嘅，一組咧就係講佢有兩個相同嘅實數解，就係例11。例12咧就係講佢有兩個唔同嘅實數解，例13同埋例14咧都係講佢有虛數解，吓，咁點解虛數解都要分開兩個例咧？咁吓，因為咧我想話展示出嚟咧就係咧，無論虛數都好啦，佢其實都係有解嘅，吓，咁咧就先講咗例11先啦，吓，咁咧就佢咧就呢度咧就話解 9u 平方減 42u 加49等於0。由於呢個二次方程咧係得一個英文字母嘅啫，一個未知數嘅啫，咁啊 u 咧好明顯就係嗰個變數嚟嘅。咁咧就於是乎咧就揾佢個判別式先，我哋了解下佢個解係咩情況先。咁咧就用翻上邊呢個用翻上邊呢個，咁啊 x 平方前邊嗰個係數叫 a，x 係前邊嗰個係數叫 b， 常數項叫 c。咁個判別式咧就 b 平方減 4ac， 咁於是乎咧個 b 咧就係負42，嗰個 a 咧就係9，個常數項咧就49，咁咧就於是乎揾咗出嚟咧42嘅平方咧就係1764，咁於是乎咧平方咗之後咧就全部都係正噶啦，咁咧就負4乘9乘49咧啱啱好又係1764，兩個相減啱好係0，知道咗個判別式係0。咁於是乎咧，我哋咧就知道佢嗰兩個根咧係一樣嘅。咁其實咧，二次方程嗰兩個根係一樣嘅意思咧，即係話嗰個二次方程本身就係完全平方嚟嘅。咁咧你當然啦，你可以用翻嗰個二次方程嘅公式嚟到去揾翻嗰個根出嚟啦。不過咧，你亦都可以咧用全平方呢個方法嚟到揾翻佢個根出嚟。咁你細心睇下，9其實就係3嘅平方嚟嘅。49亦都係7嘅平方嚟嘅，咁42咧啱好咧就係2乘7再乘3，所以咧呢個咧根本就係一個完全平方嚟嘅，咁亦都喺個判別式嗰度暗示咗呢個係一個完全平方啦。咁於是乎你得到 3u 減7嘅全平方，咁 u 咧好自然咧就係7/3，咁呢個咧就係兩個相同實數解嘅情況。好啦，跟住咧例12咧點樣咧？咁佢咧就兩個唔同嘅實數解咯。今次咧就用啲代數嘅方式嚟到去展示呢個二次方程。咁嗰個代數就係 4a 平方 v 平方減 9b 平方等於0啦。咁呢度寫到明啦 ，a 咧就唔係0噶啦 ，ab 咧都係常數。咁 v 咧講到明係變數。咁既然係 v 係變數嘅話咧，咁 v 平方前邊嗰個係數咧，就係 4a 平方啦，就係 a 就係呢個通式嘅 a 嚟嘅，咁咧 v 有冇自己一個一次方嘅項咧？冇喎，即係話咧 v 前邊嗰個係數係0，即係話 v 前邊嗰個係數係0，唔係 v 平方，v 前邊嗰個係數係0，咁所以個 b 咧就係0啦，即係呢參照翻呢個通式嘅 b 咧。佢就相當於係0啦。咁 9b 平方咧就係常數項啊嘛，冇變數啊，冇 v 喺度啊，所以咧負 9b 平方乘過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常數項 c 嚟嘅。咁咧所以咧個判別式咧就係0嘅平方減4乘以 a 咧就係嗰個 4a 平方再乘以 c 咧就係負 9b 平方。
咁兩個負數乘埋，咁啊正數嚟嘅。A 平方 B 平方一定係正數嚟嘅。咁啊144嘅 A 平方 B 平方，咁咧於是乎咧知道咧個判別式係大過零。於是乎咧我咧就好肯定咁知道呢個式咧就有兩個唔同嘅實數解噶啦。雖然佢冇咗個 B 項，即係冇咗個 BX 項，冇咗個X 一次方，即係變數嘅一次方嗰個項吓，冇咗變數個一次方嗰個項吓。不過咧佢咧都係有兩個唔同嘅實根吓。咁於是乎咧我咧就將呢個 4A 平方 V 平方減 9B 平方咧就移一移項，咁啊變數喺一邊，常數項喺一邊，咁得到 V 平方等於 9B 平方 over 4A 平方。咁開方之後咧就一定係一個正一個負噶啦。咁啊 3B over 2A 嘅正負 3B over 2A 吓。咁我呢個咧就係 V 嘅解啦。咁亦都真係有兩個不同嘅根吓，一個係正 3B over 2A， 一個係負 3B over 2A 吓。跟住咧到例1-3啦，例1-3咧同埋例1-4咧講到明係有虛數解啦，即係話咧佢咧就牽涉到一啲虛數吓，咁啊冇實數解嘅吓。咁咧個判別式係點樣咧？咁啊虛數解嘅判別式咧係一定係細過零啦。不過咧就問題係點樣去揾佢啲係數 A 係數 B 同埋係數 C 嘅啫吓。咁個條式咧就係 U 平方加 9A 平方等於0，U 係變數 A 係常數吓。咁亦都分分鐘可以調翻轉啦 ，A 係變數 ，U 係常數啊吓。咁呢度咧就講到明 U 係變數 ，A 係常數啊吓。咁咧於是乎咧 U 平方前邊嗰個係數係1，即係話 A 係1。咁冇 U 項咧，冇 U 項喎吓，冇 U 項喎，咁即係 B 係0喎。咁仲有個 C 咧就係 9A 平方啦，好明顯就係常數項嚟噶啦吓。跟住咧就代落去呢個判別式嗰度。咁 B 係0咗 B 平方減4乘以 A 咧係1，頭先講咗啦。咁啊個常數項咧係 9A 平方，跟住得出嚟咧就係負36A 平方吓，係負數吓。咁 A 平方係正數嘛，所以一定係負數吓。咁咧就於是乎咧就佢係個判別式係細過0，咁咧就冇實數根。冇實數根咧，我哋如果照做嘅話咧，咁 U 係變數嘛，咁啊擺埋喺等號嘅一邊。冇 U 嗰啲咧就擺埋去等號嘅另外一邊，嗰個有負9A 平方出現咗，咁啊兩邊開方嘅話咧就發現有個負1個開方根吓，咁啊 3A 就照出現噶啦，咁啊一樣係一 pair 正負吓，因為你開方嘛，咁啊有正有負啊，咁啊於是乎咧 U 咧就等於呢個啦，正負 3A 開方根負1吓。咁好啦，到例1-4啦。例1-4咧就係一個二次方程 3V 平方加 9V 加8等於0。咁你點解我要有例1-4咧？你望下例1-4同埋例1-1，驟眼睇咧，你係唔知道佢嗰個變數咧有幾多個根吓，驟眼睇係你又唔知吓，或者甚至有冇實數根，有冇虛數根，你都唔知嘅。你比較係例1-4同埋例1-1啦。咁所以咧，點解咧揾呢個判別式咧係咁重要吓？咁你揾咗判別式咧有好處喎？點解咧？因為咧你解嗰個二次方程嗰個根嘅時候咧，你一定有個開方根入邊嗰個，其實就已經係判別式啦嘛。咁你將嗰個過程咧拆咗做2步做，咁啊，於是乎咧你咧個計數嘅精準度咧係高咗嘅。因為你揾咗個判別式先，跟住咧你係將個判別式咧個數字咧就直接代落去嗰個開方根入邊啊嘛。咁你到時你淨係處理負 B over 2A 嘅啫。你個開方根入邊嗰紮數字已經處理咗噶啦嘛。咁咧就個判別式呢度嘅判別式咧就好明顯啦。佢有 V 項啦。咁前 V 嗰個 B 係出現嘅咧係9正9吓。咁4乘 A 咧就係3。V 平方前面嗰個係數係3，咁個 C 咧就係8，咁啊照代嘅啫。咁啊 R 就99 81 81減9係6，咁啊負15，咁啊細過0係負數吓，咁咧就冇實數根吓，跟住咧就照代翻呢個負15咧落去個開方根嗰度，咁咧就發現咧佢咧因為15咧就冇除咗3同埋5同埋1同埋15自己之外咧冇其他因素，冇其他因素啊。
咁啊15咧係開唔到方吓，咁於是乎咧就硬巴巴咁樣咧就個答案咧就負9正負開方根負15，下低咧 2A 咧就係2乘3就係6吓。咁6同9你見到可以約啊，不過咧佢15咧係冇平方喺入邊嘛，所以抽唔到因子出嚟吓。咁啊做晒呢4題例噶啦。咁呢度咧就呢4題例咧就亦都有唔同嘅形式噶啦，已經都有show出嚟啦。當然唔係所有啦吓，唔係所有形式啦。咁不過咧就俾大家知道下點樣去做代數。只要你係處理到個代數，知道咗個係數係啲乜，知道個變數係點樣分別到出嚟，咁你冇理由咧揾唔到 x 嘅解嘅吓，即係嗰個未知數，嗰個二次方程嘅未知數嘅解嘅。好啦，咁之前咧講咗4個解二次方程嘅例子啊，咁我今次咧就呢一個 slide 咧就講解二次方程錯誤嘅例子吓，錯誤嘅例子唔好跟吓，咁亦都俾翻個正確方法出嚟嘅吓。咁咧呢個咧就有個例2.1同埋例2.2係錯嘅吓。例2.1咧就係一個括弧 x 減3乘以另一個括弧 x 加5，呢個兩個因式吓。咁左式係咁啦，右式咧就 x 減1一個因式乘以 x 加5另外一個因式，咁左右都有一個因式就係 x 加5吓。咁如果你貿貿然咁將見到有左右都相同嘅因子而又消去嘅話，即係將佢除以佢，你就咁畫咗佢唔係消去吓，你用乜嘢方法去消去咧？問題係吓，你其實咧係做除數，左邊除以 x 加5，右邊又除以 x 加5，咁樣咧你咧就消去咗個 x 加5吓。如果係一個實數或者常數嘅話咧，例如係7、5啊、3啊、19啊，一個實嘅常數嘅話咧，你左右都除以嗰個實嘅常數，完全冇問題，完全冇問題。除以一個因式裏邊含有一個未知數嘅話，例如呢個 x，咁就有問題啦。因為咧你唔知道自己係唔係除以一個0，我哋係絕對唔容許除以0嘅吓。咁所以咧咁因貿貿然左右都除以一個 x 加5嘅話咧，咁咧 x 係負5嘅時候咧，你就大件事啦。咁你係除以0啦吓，咁所以係唔俾嘅，絕對禁止吓。咁如果你真係咁樣除咗佢嘅話咧，咁咧於是乎咧就得翻 2x 減3等於 x 減1，咁咧就你繼續咁做落去嘅話咧，就得到 x 等於2。佢呢度咧就話錯的嘅意思咧就話我嘅意思唔係話 x 等於2係錯，係 x 只係等於2係錯，因為 x 有另外一個答案。咁究竟你係邊個答案咧？你淨係話佢係得一個答案咧，我都當錯吓。呢個係好嚴重嘅，因為佢本身有2個可能性，而你只係話得一個可能性咧，呢個結論係錯嘅吓。咁個正確方法咧，當然啦，就唔好做除數啦，左右都減嗰個因嗰堆嘢，咁啊將右式成個右式搬過去左式，用減嘅形式吓，咁即係話 2x 減3乘以 x 加5呢2個括弧減另外嗰2個括弧咧就係 x 減1 x 加5減咗佢，咁右式咧就變咗到0啦。吓，跟住咧，因為大家都有 x 加5呢個因子，所以咧你係抽因子，抽 x 加5出嚟，咁啊成一個大括弧，個大括弧入邊咧就係 2x 減3括住佢減 x 減1又括住佢，跟住先至拆括弧，拆括弧咧就咁負1乘以括弧 x 減1啊嘛，咁將正 x 變咗做負 x，負 x 負1就變咗做正1，於是乎咧就負3加1。就變咗個負2，2x 減 x 變咗個 x 減2啦，咁啊得出嚟嗰個括弧就係咁啊一個因式 x 減2，另外一個因式就係 x 加5，咁啊於是乎有2個答案，一個咧 x 等於負5，另外一個答案咧係 x 等於2因為呢兩個乘埋嘅嘢咧係0啊嘛咁咧就得到2個答案咁嘅意思。所以點解頭先之前嗰頁咧，我咁強調個判別式嘅使用咧？因為判別式咧就係好清楚話俾你聽，佢有幾多個答案，佢有1個答案、2個答案，定係冇實數答案咁呢個係好清楚嘅咁如果你跳咗判別式呢一步唔做嘅話咧，
唔一定係錯，不過咧你錯嘅機會咧就會提升咗啦，高咗少少啦。跟住咧就例22啦，例22咧就係 U 乘以括弧 U 減7等於 U 吓，咁呢個咧就更加明顯啦。其實同例21一模一樣，不過咧今次咧就係嗰個因式咧係得一個 U 吓，咁啊令括弧 U 減7吓，咁錯嘅方法當然啦，又係示範個錯嘅方法咧，就係一見到 U 咧左右除以 U，咁啊當然啦，你咁樣除法咧就又係左右除以0冇分別嘅啫吓。因為你冇咗個咁樣咧，就無啦啦少咗個答案吓，咁咧就不過咧，我想強調咧就係咧，你除以 U 之後咧，因為右式淨係得一個 U 啊嘛，你左右都除以 U 之後咧，你咧右式唔係等於0啊，係等於1啊吓，咁呢啲運算咧，你唔好搞錯吓。雖然話呢個係錯嘅方法，不過咧U 除以 U 係1，唔係0吓，呢個你小心啲。即係呢一步即係呢一步U 減7等於1，如果你左右除以個 U 嘅話咁咧就跟住咧得出嚟嘅答案咧個結論咧就係 U 等於8因為你左右加7啊嘛，咁啊 U 等於8，咁咧就係錯的嘅意思咧就唔係話佢呢個唔係答案，係你只係揾到一個答案，其實個結論係有兩個答案。咁個正確方法咧，當然啦，又係好似頭先咁啦 ，U 乘以 U 減7括弧咁啊等於 U，咁啊左右都減 U 於是乎咧就將個 U 咧就調咗去左式，右式咧係0，咁咧就一樣係抽因子 U 乘以大括弧 U 減7減1咁啊 U 減8個括弧就係咁啊得翻一個 U， 咁於是乎咧你最後咧得到個答案咧就係一個 U 咧係0，或者 U 咧係等於8咁樣樣係有兩個答案其中一個答案咧係0，咁留意下呢啲錯誤嘅做法跟住再落咧就係二次方程同埋直線咁今次咧我哋其實咧都一直咧都講緊二次方程同埋直線而我咧亦都強調緊咧二次方程咧唔係淨係揾到 x 軸上邊嗰啲解嘅，佢可以同令任何一條直線相碰撞，揾佢啲解出嚟嘅當然啦，默認嘅解咧，如果就咁一個二次方程咧，我哋默認嘅解咧就喺 x 軸上邊遇到嗰啲點咁依家咧呢度咧就有嚟緊咧就有3個例子，3個例子咧分別咧就係有一個解。沒有解同埋有兩個解咁咧一樣咧係強調用呢個判別式咁咧就嗰個二次方程咧就負 x 平方加 2x 加羅3呢度呢一頁個二次方程嘅例子，咁咧而嗰個直線方程咧就 y 等於 10x 加79，咁我專登咧寫做斜接式嘅我專登寫做斜接式嘅，咁我慳咗就由通式轉做斜接式嗰個步驟咁咧亦都強調咗一樣嘢咧，就係我點樣去揾佢咧，就係燒去個 y 當你一個二次方程同埋一條直線相遇嘅時候咧，你咧就要將呢兩條方程式咧就互相燒去其中一個未知數，因為x 係一個未知數啊 ，y 係另外一個未知數啊，咁我咧就首先咧就燒去咗個 y 先跟住咧就因為大家都係用 y 嚟到做主項啊嘛，咁我直接咧就將呢兩條式對等咗去，即係負括弧 x 加7乘以 x 減9就等於 10x 加79跟住咧就將兩個括弧咧就乘開佢啦，咁啊變咗做 x 平方減 9x 加 7x 減羅3咁化簡咗之後咧就負 x 平方加 2x 加羅3，即係其實咧就係呢個通式我今次咧就要揾個通式出嚟跟住咧就將右式咧就全部撥過去左式，咁啊將右式咧就轉做0，咁於是乎得到咧就係 x 平方加 8x 加16等於0咁呢度咧就其實咧就強調咗一樣嘢，就係咧 y 做主項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係咧佢呢個 q 個解咧，其實我係唔係咁重視嘅，因為
一開始咧，你應該一揾就揾到佢係 x 加7同埋 x 減9兩個括弧相乘吓。你做十字相乘咧，就已經揾到佢喺 x 軸上面嘅解。不過問題咧，我而家咧就唔係揾呢兩點啊，我而家要揾呢一點啊，即係呢條 L 直線同埋呢個二次方程相遇嗰一點啊吓。咁咧就跟住下一步咧，知道咗 x 平方加 8x 加16之後咧，嗰個判別式咧就係咧8平方減4乘以1，即係 x 平方前邊嗰個係數，再乘以個常數項16，咁啊64減64，啱啱好個 delta 係0，所以咧呢個 x 平方加 8x 加16咧就係得一個解嘅啫，就係得一個解嘅啫。咁當佢得一個解嘅時候咧，好明顯就係一個全平方嚟噶啦吓，因為佢相遇於一點啊吓，咁咧就 x 平方加2乘以括弧4再乘以 x， 咁啊得到 x 加4全平方就等於0，所以咧 x 咧就等於-4，咁咧就一個相同嘅解吓，一個相同嘅解，咁啊代入去 L 嗰度，將呢個答案代入去 L 嗰度，就揾翻個 y 出嚟，個目的就係咁啊10乘以-4加79，咁啊 y 等於39，即係嗰個相遇點咧就係-4逗號39吓，相遇於一點，相遇於一點吓，相遇於一點。咁你會問啦 ，x 平方加 8x 加16係咩東西咧？就係當 L 同 Q 兩個方程對等埋一齊嘅時候咧，佢呢條式就話咗俾你聽，佢嗰個相遇點喺邊，個 x 嘅坐標淨係講吓，就係講 x 坐標個相遇點喺邊吓。咁呢條二次方程咧，係你要做呢個任意一條直線同埋任意一個二次方程揾解嘅一個步驟嚟嘅。好啦，講完例3-1啦啊，咁咧就講例3-2啦。咁例3-2咧一樣係有 Q， 一樣係 y 等於負 x 平方加 2x 加羅3，咁同之前例3-1嗰個 Q 咧係一模一樣嘅，都係負 x 平方加 2x 加羅3。不過咧個 L 咧就有改變啦，咁呢個 L 咧就係 y 等於10x 加79啊。咁嚟緊呢個咧例3-2咧就係 L1， 我唔敢再叫 L 啦，就 y 等於10x 加89吓。咁咧於是乎咧佢咧好明顯係冇交點，咁啊睇下個情況係點吓。咁咧就個 Q 如果拆咗到去因式分解咗之後咧就 x 加7乘以 x 減9啊吓。咁咧呢度咧又係照做出嚟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做呢個通式咁嘅形式，負 x 平方加 2x 加羅3就等於 L1，L1 咧就係 y 等於10x 加89啊，一樣係消去個 y， 咁啊於是乎咧就10x 加89就直接等於，跟住咧我咧就將呢 10x 同89咧就移過去左式，咁啊於是乎得到 x 平方加 8x 加26等於0。跟住咧就揾佢嗰個判別式，咁咧就 b 平方減 4ac，b 咧就係8，a 咧就係1，c 咧就係26，乘埋佢之後咧就係104，咁啊64減104吓，64減104，咁咧就得到咧嗰個判別式咧係負數，就-40，咁啊細過0啦，負數啦吓，咁咧所以咧就知道咧 Q 同埋 L1 咧係冇相遇到，沒有相遇，咁佢哋沒有相遇嘅，既然沒有相遇咧，就沒有實解噶啦，吓，咁沒有實解咧，咁我夾硬將 x 平方加 8x 加26等於0咧，就繼續做落去，因為我哋有一個二次方程嘅公式啊嘛，咁啊套用落去啦，咁亦都揾咗個判別式啦，-40啦，咁-40開方啦，吓，開咗方之後咧，咁咧40有啲咩因子啊咁啊4乘以10啦，咁啊於是乎咧個4咧就可以開到方，咁啊抽到個2出嚟，咁於是乎咧個開方根入邊咧剩翻係-10，咁咧抽咗個2出嚟咧，咁分母咧就係 2a 嘛，咁啊2乘1吓，咁咧個前面咧就係負 b 嘛，咁啊正八變咗負8，咁啊大家都有2嘅因子，所以咧就最後得到呢個答案，-4正負開方根-10吓，咁好明顯-10咧係一個
虛數嚟嘅你開唔到實數冇答案嘅例3-3咧就咩咧？就一樣係嗰個 Q 一模一樣，都係負 x 平方加 2x 加63，咁同之前嗰個係一樣噶負 x 平方加 2x 加63，都係嗰個二次方程嚟嘅不過咧嗰條直線咧就變咗做 L2啦，今次 y 等於 10x 加49，咁之前咧就係 y 等於 10x 加89，即係向上升高咗少少，所以咧就導致到佢誤解。咁今次咧就唔同啦，今次咧就係加49嘅啫。咁於是乎咧就同呢條二次方程咧就有相遇點，有兩點咁點樣揾佢出嚟咧？咁其實呢個過程係一樣嘅。咁 Q 冇變啦Y 咧就係等於 10x 加49啦所以咧 Y 咧就保留咗喺右式嗰度 10x 加49，左式咧一樣係負 x 平方加 2x 加63咁將右式嗰呢兩個項 10x 同埋49咧就移過去左式，於是乎咧就得到 x 平方加 8x 減14等於0。咁咧就所以咧就揾佢嗰個判別式先啦。揾個判別式咧就 b 平方8嘅平方減4乘以 a 係1，即係 x 平方前面嗰個係數係1。咁咧就個常數項咧就負14咁將呢三樣嘢乘埋負4、1同埋負14乘埋就正56。咁88就64加56，啱啱好咧就120，咁大過0，所以咧就好肯定 Q 同埋 L2咧相遇於兩點。跟住咧我咧就先至再揾佢嗰個應用呢個 x 二次方程嘅解嘅公式，就去揾佢個 x 出嚟。咁咧就 x 等於-8負 b 嘛，咁負8咯。正負開方根咧嗰個判別式直接將120擺落去個開方根入邊跟住咧就30乘以4， 3、4、12嘛，30乘以4就係120，將個4咧就抽出嚟就變咗做2。咁8同埋下低呢個 2a 咧，嗰個2咧都係一個大家共有嘅因子嚟嘛，啱啱去消去咗，咁最後得翻負4正負開方根30咁開方根30可唔可以再開方咧？咁佢開出嚟咧就唔係一個整數啦跟住咧得到負4正負開方根30咧 ，x 揾埋個 y 嘅坐標嘅喎，咁將呢個答案咧就代落去 L2嗰度咁咧就直接代落去就10乘以 x 就係呢個啦，就加49咁就係個 y。咁咧因為其實係得兩個項嘅啫嘛，咁將個10乘入去呢兩個項裏邊，就負40正負10乘以開方根30加49咁負40同49可以互相加減啦得翻正9，咁正負10乘以開方根30，呢個咧就係 y 坐標咁正咧就跟翻正，冇做過乘數啊嘛，我哋冇做過任何乘負數嘅動作啊嘛，咁咧就負4加開方根30同埋9加10乘以開方根30係一 pair 另外一 pair 咧就負4減開方根30同埋9減10乘以開方根30係另外一 pair 咁樣，所以咧就得到兩個答案，得到呢兩個答案。咁因為個位置唔夠嘅緣故，所以我咧就咁高濃度去做呢條數咁其實咧你自己做嘅話咧，應該負4加開方根30同埋負4減開方根30代兩次落去個 L2嗰度，咁各自揾到x 同埋 y 呢兩點跟住再落咧就係用二次方程呢個圖像咧嚟解另外一個二次方程，咁咧就點樣做咧？其實咧個過程咧你見到都唔係難咁咧已經知道一個二次方程嘅圖像咧就係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亦都畫埋俾你下低呢度 x 平方加 6x 加5等於 y， 畫埋俾你啦。咁要你解咩嘢？解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要你解呢條方程要你解呢條方程
咁點樣做法咧？我咧就施加一條直線落去嚟到去解佢嘅吓。其實個要求就係咁，搵呢條直線出嚟，搵呢條直線出嚟。咁點樣做咧？咁吓，咁咧將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就將佢咧就同上邊呢個 x 平方加 6x 加5等於 y 相減吓。究竟邊條式減邊條式咧？咁嗱，呢度有邊度顯示咗俾你睇啦。如果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照寫，跟住咧你係減0等於 x 平方加 8x 加12，對應咁減完之後咧，得到 y 等於負2x 減7，因為大家都有 x 平方，都係得一個 x 平方吓。如果佢唔係得一個 x 平方嘅話咧，你試下將全條式隨意 x 平方前面嗰個係數，全條式都除咗佢，咁 x 平方咪俾你減乘1咯吓，即係1乘 x 平方咯，嗰度變咗吓。咁咧就你都一樣可以照減噶，因為咧佢後邊淨係得一個 x 項同埋一個常數項啫嘛吓。咁啊 y 等於負2x 減7，得到個結果出嚟。今次吓，咁另外咧，我又試下將0，即係將呢條直線呢條二次方程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呢條方程減呢個圖像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得出嚟咧，其實係同一條直線嚟噶吓，負 y 等於 2x 加7。咁你左右都乘以負1嘅話，咁咪同隔籬呢個一模一樣咯。所以咧就唔使驚話邊個減邊個，呢個係唔需要關心嘅吓，只要你減得啱就得噶啦，同埋消去到個 x 平方吓。跟住咧解嘅位置咧就係，於是我就話啦，就喺 2x 加 y 加7等於0呢條直線，即係啱好你減完之後走咗出嚟嗰呢條直線，同埋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即係呢個圖像相遇嗰個 x 坐標，就係佢嘅解啦吓。跟住咧就將呢兩條式咧就對等咗佢吓，對等咗佢吓。咁咧你咧就可以用代數式嘅方法嚟到揾佢嘅解，或者用畫圖嘅方法。如果佢要求你，通常咧問得咁樣咧，就多數都係畫圖噶啦。考你畫圖嘅方法，畫呢條 2x 加 y 加7等於0，畫佢出嚟，就問你喺呢個 x 平方加 6x 加5等於 y 呢個圖像嗰度相遇於邊兩點吓，就係依家我見到啦，就係即係我而家顯示咗出嚟俾你睇啦，就-6逗號5一點，就-2逗號-3另外一點吓。咁佢要解啊嘛，佢個目的唔係揾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呢條式嘅解，係揾佢呢兩條線相遇嗰兩點嘅解，就即係個 x 啦，就一個係-6，一個係-2吓，即係 x 解啊吓。咁啊，於是乎咧就揾到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呢條式嘅解咯吓。咁咧就你做呢啲數咧，你要好清楚咩叫圖像，咩叫二次方程。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咧係二次方程，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咧係二次方程嘅圖像吓。咁呢個 y 咧，我哋係未定嘅吓，我哋係未定佢係究竟喺邊度，所以咧成個圖像咁樣搞咗出嚟 y 等於 x 平方加 6x 加5，而 2x 加7加 y 咧呢條直線咧就係只係一個工具嚟嘅啫，個目的咧就係解呢個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咁呢個 x 平方加 8x 加12等於0咧已經話咗俾你聽，我想揾 y 等於0嗰陣時佢嘅解啊嘛吓，所以咧我個答案咧就只係需要係-6同埋-2，咁佢就係嗰個 x 嘅解啦吓，就咁樣樣。跟住再落咧，第4部分咧就係呢啲就係二次方程嘅使用二次方程解方程吓，用二次方程嚟到去解呢啲方程41、42。
4344同埋45有5個例子，咁逐個講啦咁講咗41先啦。41呢個例子咧就係牽涉到一啲三角函數嘅，咁咧就一早已經話咗俾你聽，個三角函數嗰個變數咧就係 t， 咁設 t 咧就係0度同360度之間，就包括0，就唔包括360度，咁小心啲去包括邊點唔包括邊點。咁而嗰個方程咧就係2嘅 sin t square 加 cos t 加1等於0。咁有一個係二次方程啊嘛，咁咧亦都係有三角函數喺度啊嘛。咁你學過三款三角函數咧，一係 sin， 一係 cosine， 一係 tangent。咁今次咧就係 sin 同 cosine。咁 sin square t 同埋 cosine t 有咩關聯咧？咁你應該諗下 sin square t 加 cosine square t 等於1呢條方程啦，呢條全等式啦咁咧就 sin square t 咧就變做 cosine square t， 就係下呢一步第二步將 sin square t 變做 cosine square t， 咁大家都係 cosine square t 啦。咁問題咧就係你要將2乘入去呢個1減 cosine square t 嗰度嘅啫。咁跟住咧就2乘入去之後咧就係2減2 cosine square t 減 cosine square t 減1。咁 cosine square t 咧就純粹係一個符號嚟嘅啫，都係未知數。咁你咧就將佢咧，你可以大膽咁直接咁將佢代做另外一個數學符號，甚至你唔代，你直接咁計落去就咁唔代啦。你 cosine t 就當佢係一個符號都冇問題嘅咁講到尾就係呢個佢化簡完呢個2 cosine t square 加 cosine t 減1等於0，呢個係一個二次方程，而且咧佢有 cosine t square 項同埋 cosine t 項咁如果我設 u 等於 cosine t 嘅話咧，咁佢其實就係2u square 加 u 減1等於0，咁解嘅啫嘛咁解嘅啫嘛咁咧我既然設咗 u， 咁於是乎就就將佢做因式分解啦，就 2u 減1同埋 u 加1就做實質相乘啦。我依家係咁咧就係 2u 減1等於0，或者 u 加1等於0咁得出嚟咧就 u 係1/2或者 u 係-1。咁咧就 u 本身係咩咧？係 cosine t 啊嘛。咁咧就將 cosine t 代翻落去 u 嗰度cosine t 等於1/2或者 cosine t 等於-1。咁咧就你撳機咧cosine 咧撳咗出嚟嗰個咧係叫做參數角，就 alpha 等於60度 ，alpha 等於180度。咁 alpha 等於60度有幾多個情況咧係同佢 cosine 完之後一樣，即係 cosine t 等於1/2，有幾多個角度係都有呢個答案咧咁你留意下alpha 係60度嘅時候咧就係90度以下，咁而依家咧個範圍咧就係0到360度之間，喺270度同去到360度之間咧都有一個答案嘅都有一個答案嘅咁就係360度減60度，即係300度。而 cosine t 等於-1咧就係得一個答案啦，得一個情況啦，就係佢喺180度嗰陣時，咁淨係得180度嘅啫咁冇第二個喺0到360度之間咧冇第二個點咧係-1嘅咁得到 t 三個答案。咁呢個咧就唔單止考二次方程啦，仲考埋你嘅三角比啦嗰個觀念啦咁啦好啦42啦42咧就係一個牽涉到開方根嘅一個方程，就 v 減開方根 v 再減6等於0咁咧就我咧就設咗 u 等於開方根 v 先。你諗下 v 同開方根 v 咧，大家咧個關係咧就係一個係另外一個嘅平方啊嘛，所以點解咧我設 u 等於開方根 v， 咁 v 咧於是乎咧就等於 u 嘅平方咁樣咁u 嘅平方減 u 減6等於0，得到咁設咗佢之後就係咁樣，咁 u 平方減6減 u 減6等於0咧，可以做十字相乘。我話 u 咁3-3同埋2，
咁得到出嚟咧就係、可以揾到佢個中間嗰個項 U 項中間個項就係負 U 啦嚇。咁於是乎咧 U 減3乘以 U 加2兩個因式乘埋等於0。U 係3或者 U 係負2。咁 U 係3咧，咁啊將佢轉翻做 V 咯。咁啊 U 就等於開方根 V 啊嘛，咁開方根 V 等於3啦。咁左右平方咗之後，知道 V 係9啦。咁開方根 V 等於負2咧，咁你一樣係左右平方翻，咁啊 V 就等於4啦。咁啊得到兩個答案 ，V 等於9同埋 V 等於4。好啦，咁啊到例3啦，到例4(3)啦。4-3咧就講咩咧？就係牽涉到一個分數，就係 M 同埋 M 分之一吓。咁設 M 係非零嘅一個實數吓，咁咧就 M 減 M 分之3再加2等於0吓。呢個就係佢嗰個要求，想解呢條方程吓。咁咧就你見到 M 喺分母嗰個位，咁即係話咧，亦都話咗俾你聽咧 ，M 咧係一個唔係零嘅實數，咁咧你咧於是乎咧就可以成條式乘以 M 啦，咁你乘以 M 嘅時候咧，因為佢唔係零啊嘛，你知道唔會話左右都乘咗個0，咁啊燒去晒所有嘢，唔會啦，咁所以咧你咧就有見到我有第3步，就係 M 乘以成個式等於0乘以 M 咁 M 唔係0啊嘛，咁0乘以非零嘅變數就冇問題啦，咁啊0，咁啊左式咧就係 M 乘入去呢個括弧嗰度，咁啊 M 平方加 2M 減3等於0，即係用 M 嚟做分母嗰個項咧就變咗做常數項，變咗做常數項，咁常數項就變咗做 M 項，咁 M 項變咗做 M 平方項，咁咧就好簡單嘅一個二次方程 M 平方加 2M 減3等於0就出現咗啦。跟住咧你咧就可以將佢做十字相乘，咁啊變咗做 M 加3乘以 M 減1，兩個括弧乘埋，咁啊 M 好明顯係-3或者 M 係等於1。咁要留意一樣嘢就係咧，你將 M 乘落去呢條式嗰度，呢個 M 係唔係0？同埋咧佢咧一開始咧應該咧就話俾你聽咧，呢個呢個未知數做咗分母呢個位咧，呢個未知數本身應該唔係0否則咧就好混亂噶啦呢條數。咁你遇到呢啲咧分數有未知數嘅情況咧，你就多加小心啦。好啦，到例4啦，4-4啦，咁啊開始出現一啲點數小數點啦，浮點數啦設 A 咧係一個非零嘅實數，咁啊3嘅0.6乘 A 次方就減10乘以3嘅0.3A 再加3嘅0.3A 次方再加21等於0，好翹口啦不過咧你留意一樣嘢咧，你咧就係咁我哋想運用二次方程啊嘛，咁0.6A 同埋0.3A 係唔係兩倍咧？如果係兩倍嘅話咧，你就可以應用到二次方程。如果佢要求你用二次方程咧，你就試下諗下點樣做到佢嗰啲指數係二次方，係大家係一個係另外一個兩倍你試下諗下點樣做到佢係一個係另外一個嘅兩倍咁先至有得用二次方程，否則咧你要自己搞下腦筋啦咁個底咧大家都係3啦，今次個底如果大家唔係3又點樣咧？你又試下動腦筋啦。咁呢個例子咧就簡單少少，因為純粹係例子嚟嘅啫嘛。咁啊 0.6 同埋 0.3， 0.6 係 0.3 嘅兩倍。咁咧就所以咧個底咧仲有個底係大家都係3咁所以咧我咧就可以考慮用二次方程啦。咁3嘅 0.3 次方 A 3嘅 0.3A 次方3嘅 0.3A 次方係一個未知數，3嘅 0.6A 次方咧係另外一個未知數。咁而呢兩個數字咧，一個係另外一個嘅二次方嚟嘅。咁啊，我於是乎咧就設3嘅 0.3A 次方咧係 U， 3嘅 0.3A 次方係 U。咁
於是乎咧3嘅 0.6a 次方咧就係 u 平方啦，係咪？咁啊，於是乎咧就做完呢個設之後咧就6又係變咗做 u 平方減10u 加21等於0，咁啊簡單好多啦。咁你可以做十字相乘啦 ，u 減3括弧，另外一個括弧咧就 u 減7就等於0。咁於是乎咧得到咧就 u 等於3或者 u 等於7。咁咧就個 u 咧就代翻轉頭啦，3嘅 0.3a 次方啦，就得到3嘅 0.3a 次方等於3，或者3嘅 0.3a 次方等於7。跟住咧再落咧就係揾翻個 a 出嚟啦。咁因為3嘅 0.3a 次方咧，同埋3嘅1次方咧就係3自己啦，所以咧 0.3a 咧就係等於1。如果唔係咁簡單嘅話咧，大家唔係同一個底嘅話咧，咁咧你要做一個左右都做一次對數啦 ，log 佢啦，咁啊 log 3嘅 0.3a 次方就等於 log 3咁樣咁今次咧就好彩大家都係同一個底，所以咧就 0.3a 咧你可以直接話係等於1。咁咧就右邊呢度咧就係 0.3a 咧就等於就要做就真係要做一次對數啦 ，log 呢個3嘅 0.3a 次方就等於 log 7，咁就以邊個為底咧？以3為底啦，變咗，因為你要想消去咗呢個3啊，所以咧你係要以3為底啦。咁啊 log 7以3為底就變咗做 0.3a 啦，咁啊直接寫，可以直接咁寫出嚟。咁咧要換底公式又要用牽涉到，咁啊 log 7以10為底除以 log 3以10為底。咁啊 0.3a 咧左式咧就冇變到嘅。咁啊由於要做呢個4捨5入嘅緣故啦，所以咧就只可以寫約等於嘅啫嚇。咁啊 log 7除以 log 3就係 0.8451，直接撳機嘅啫，除以 0.4771 嚇，跟住咧就再除以 0.3，咁啊變咗做 a 就約等於 5.904。咁左式咧就簡單好多，咁啊1除以 0.3即係10除以3，咁啊變咗做 a 啊約等於 3.333 就咁樣就做完呢個例44咁例44咧牽涉到你要用嘅數學常識咧係多好多呢啲都唔算係，不過咧呢啲又唔算話真係好高階嘅一啲技巧，不過咧你要小心去做，都要小心去做係實際好多嘅呢啲咁嘅數學常識係好啦，跟住咧就講例4-5，例4-5咧就係講一個函數啦，開始涉及到咁呢個函數咧就佢係俾咗你叫 f(x)， 咁咩叫函數咧？咁其實咧暫時咧我咧就唔想深入咁講函數住，不過咧函數最基本嘅意思即係話咧佢話埋俾你聽呢個方程乜嘢係變數。就係括弧入邊嗰個符號呢個第一點。第二點，佢咧就唔再淨係局限於 x y 平面上邊啦佢咧就將呢個二次方程咧就俾個新嘅名佢，就係括弧出邊嗰個英文字母 f， 例如呢度 f(x) 嗰個 f 咁呢個方程個名就叫 f， 而個變數咧就係 x 咁嘅意思咁啊，暫時知咁多先啦咁我哋稍後咧先至會再深入咁講咩叫函數咁咧呢個二次函數咧，亦即係話咧 x 最高個乘方咧都係2嘅啫，最多都係去到2次方嘅啫，即係我哋一直討論開嗰個二次方程，即係咁咧就好啦，已經知道 y 就等於 f(x)， 即係話呢個函數咧就喺 xy 平面上邊。咁呢個圖像嘅頂點咧個坐標咧佢又俾埋你2逗號負5咁咧，而呢個圖像嘅 y 截距咧就係-13咁呢度呢個題目就係咁講，咁咧就問 A 部分咧就係問 f(x) 係乜嘢，就會叫你寫翻 f(x) 呢個方程出嚟。咁啊 B 部分咧就係話啦，如果 f(x) 再加167呢個新嘅函數個圖像咧個 x 截距咧，你唔該你揾佢出嚟咁亦都喺個 xy 平面上面，因為 y 等於 f(x) 嘛，照樣係 y 等於 f(x) 加167嘛咁樣咁啊 A 部分同 B 部分，
咁啊，好似好難咁，其實咧就好容易嘅吓。咁咧就好啦，首先解決咗 A part 先吓，未解決 A part 之前咧，我哋分析下佢俾咗啲咩資料你。其實佢呢個題目咧就有3大重點。第一個重點咧就係 F 呢個函數係二次方程吓。第二個重點咧就係咧，佢俾咗個頂點你，就係2.5，就係佢嘅圖像嘅頂點。第三樣嘢咧就俾咗你咧，就係個 y 節距就係-13，亦即係話 x 係0嘅時候 ，y 咧就係-13啦，就咁樣樣吓。咁咧就好啦。咁個 A part 係點樣揾咧？我第一件事咧，因為佢話咗俾你聽係二次方程啊嘛，咁於是乎咧就係你可以寫 F 就係等於 ax 平方加 bx 加 c 啊。咁呢個函數咧就係 ax 平方加 bx 加 c。即係佢嘅二次方程嘅通式吓，咁樣樣。咁 A、B、C 咧係實數，而亦都係常數吓。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好緊要嘅 ，A 咧就唔係0吓，因為如果 A 係0嘅話咧，咁佢就唔再係二次方程噶啦，二次函數嚟噶啦吓。咁咧個 y 節距咧就係-13吓。第二件事吓，咁呢度呢兩點吓，咁所以咧我咧就將 x 代0，跟住咧。而 F 咧個結果咧就一定係-13，所以得出嚟咧，我咧就揾到個 C 先啦。首先第一件事 ，C 咧就等於-13吓，跟住咧就佢咧就話咗俾你聽個頂點嘅坐標係2.5啊。咁咩叫頂點咧？咁如果你記唔記得嗰個頂點嘅方程係點樣樣嘅咧吓？咁如果你唔記得嘅話咧，唔緊要，你回憶下 x 嘅解點樣樣揾。x 嘅解咧，我呢度咧就畫咗喺右上角呢度，就係 x 等於-b 正負 b 平方減4ac 吓。咁個開方嚟嘅吓，有個正負開方 b 平方減4ac，跟住咧下低咧就係2a。咁你又諗下，如果佢得一個解嘅話，即係兩個解係重疊嘅話，咁發生咩現象咧？個判別式係0啊嘛。咁判別式係0咗之後，佢得一個解，而嗰個解喺邊個位置咧？就係喺嗰個二次方程中間嗰度，嗰個搭正嗰個對稱軸嗰度吓。咁所以咧 x 咧嗰陣時咧就會等於-b over 2a 吓，而且咧喺正嗰個二次方程嘅中間，亦即係話咧喺正個頂點嗰度。所以咧嗰個 x 嘅對稱軸咧。就係 x 等於-b over 2a， 即係2等於-b over 2a 就咁樣樣嚟嘅，咁樣嚟嘅吓。咁如果你當然啦你依家咧呢個係 x 坐標啫，就有個 y 坐標點算咧？咁只要你揾到個 x 坐標出嚟，你代翻落去呢個函數裏邊，或者係代翻落條方程裏邊，咁咧你就自然就揾到 y 啦。當然啦，步驟多少少。如果你記得嗰個公式嘅話，你可以直接套用佢出嚟，咁就你唔需要做嗰啲咁嘅功夫噶啦。咁咧，總之咧個對稱軸咧就穿過呢個頂點2.5啦，就個 x 咧你可以代做2啦，而 x 咧就等於-b over 2a 啦吓。好啦，咁當你將2代咗落 x 之後，咁於是乎2就等於-b over 2a 啦。跟住咧，你咧就將佢移一移項，咁咧就得到 b 等於-4a。咁點解要 b 等於-4a 咧？吓，因為咧你個 a 咧，我哋好難揾出嚟嘅。我而家咧就揾到個 b， 亦都揾到個 c。個 b 咧就係-4a。當你將個 b 代咗落去-4a 嘅時候，而有知道個 c 嘅話咧，成條式咧就只會得一個未知嘅數，就係 a 啦。咁而呢個 a 咧，我哋咧就會可以揾到佢出嚟啦。吓，咁咧你咁睇下下邊啦，2.5呢點佢係穿過噶，咁將2.5代咗落去嗰個二次方程嗰度先，咁於是乎 x 係2吓，而得出嚟嘅結果係-5，跟住咧再將個 b 等於-4a 咧就代埋落去，咁於是乎咧 b 咧就唔再係 b 啦，就係4a -4a 吓，咁咧就 a 就乘以2嘅平方，再減4a 乘以2。再減13就等於-5，成條式淨係得 a 啦。咁個 a 咧冇理由揾唔到啦。咁於是乎咧，你就見到 a 等於-2，
將 A 等於負2呢個結果咧，就代翻落去星星呢度，就即係 B 等於負4A 嗰度，揾埋個 B 出嚟，就係8。咁於是乎 A、B、C 三個未知數你都揾到晒，就咁吓。咁啊，負2x平方加8x減13，好可惜13唔係雙數，如果唔係可以約埋添啊。好啦，跟住 B 部分就 y 等於 f(x) 加167啊嘛，跟住咧你咧就照套翻 f(x) 落去，跟住就將佢加167，即係負2x平方加8x減13加167就等於個 y 吓。好啦，咁揾佢個 x 截佢 ，x 截佢嘅意思係咩咧 ？x 截佢嘅意思即係話佢喺 y 等於0嘅位置嘅時候，嗰個 x 係乜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咧就將 y 就代係0，咁啊，於是乎0等於負2x平方加8x加154，吓，咁154係雙數，8x 都係雙數，咁啊，於是乎成條式咧就約咗個負2佢可以，咁最後得到 x 平方減4x 減77等於0，77咧就1乘以77，跟住咧你又揾唔到佢有啲乜嘢因子啦，跟下一個因子就係7乘11，咁啊，於是乎咧就真係7乘11，咁啊負啊嘛，咁啊其中一個係負數，咁就大啲嗰個係負數啦，咁負11正7，咁啊於是乎咧要用十字方相乘嘅方法咧就揾到 x 嘅截距係11同埋負7，咁啊做完 B part 噶啦，咁啊做完 B part 噶啦，咁啊其實咧呢個咧最棘手咧就係咧你知唔知道個對稱軸嗰個方程係乜咧？你唔知道。你識唔識得喺x 個解嗰度揾翻呢個對稱軸嘅方程出嚟咧？就咁樣樣。咁呢度有邊幅圖咧就提一提你噶啦。